後來鄉親啊，南部科學園區的陽地價這種花長咧大開，一大片粉色的花海真水，但是開花期真短，只有2-3禮拜的時間。若想要賞花，要把握機會。南科提燈湖陽地價開花路，南科的管理局甲新市區公所，閣有社內社區的發展協會，是連續2天舉辦賞花活動，現場是鬧熱滾滾。伊這陽體橋伊有種800幾丛，今年的迄個氣候甲雨水攏袂歹，所以今年的伊個花季甲伊迄個開花的效果比舊年更較讚。所以阮就是來辦這個活動即今日到明仔載這個活動。在個活動的現場有在地農民的市集、社區的特色美食，閣有藝人表演。另外，社內社區嘛，甲因的白蓮霧產業來做展示。這白蓮霧產業有了有茶，嘛有這個清境皂、日和皂，都有戀愛皂。新市區公所甲這個台南科學區，大家做一個結合。陽地價花期是真短，敢若2-3禮拜。若想要賞花的民眾，就要把握活動的時間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